乡亲啊，继续来讲啊，土横路德的坑子里，有一间茶厂种茶做茶将近100年了。茶农发现讲，用低温来烘这个茶米，唔那茶米的加浸芳，阁会当出迄个茶芳水。不管我伫个身躯，或者是摕来啉，拢为茶农带来经济效益。为管啊倒出来透明的水，这毋是一般的水，是为茶叶内面提炼出来。 这叫茶芳水，唔来使抹伫身躯顶，佫会使直接啉。这茶芳水到底是安怎来？茶农扛这个挽茶机伫挽茶，这是土园路德坑子里，这气候温和，佫会大忙，加上红土排水性较好，适合做茶和路德的茶真有名。 采收回来的茶先晒日头，再搁刷到室内，慢慢的好发酵，刷来放入机器内面，用高温炒茶。做茶过程拢照期工，也搁互这个100年老茶店注入新特色亮点伫后边。茶农将这打的茶叶塞入这个低温的烘箱内，用60度看锁3点钟后，唔那茶叶搁较香，搁提炼出特殊的茶芳水。这是曲先生伫做茶过程中意外发现的，打的茶叶萃取出来水，芳气就像拄啊挽来新鲜的茶米同款，会使喷伫茶内面增加茶芳气，唔会使喷伫身躯顶做芳水。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舒服，然后它会联想起水果，可是又说不出是什么水果，因为它跟水果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收集这些香水，其实在制作过程的时候，茶叶本身也要做出香气，那才有办法收集这个水。就是比如说你是做便宜的茶，你收这个水其实就没有香味，也就是也没有价值了。 一种2公顷茶产量差不多有4000大斤，这茶叶烘打了每100大斤会使有6000cc 的茶芳水。初步估计，干那这芳水每1年的产值会使至少增加50万。意外发现，和这个100年的老茶店，唔有特色产品，更加互茶米带来更较侪经济效应。现在这个步骤叫什么？